掩盖剧场嘅神秘面纱，行到戏棚下真实记录。我係吳一勇，一個好看戲劇嘅新聞主播。我能談論劇場人嘅腳步，對台灣到世界，對表演到內在靈魂。看到人嘅堅持同熱情，發現真有意思嘅幕後人生。21世紀台灣教育有一項國泰玫瑰重要嘅規格，如係團表演藝術，並入9年一貫藝術團人文課程，也地位包括的表演藝術、視覺藝術、韓國音樂，也對創造力啊、思考啊、情感都係非常重要嘅喲。大幫美港經驗使得團4年呢，聽建立價值觀，進一步去認識韓國了解世界。我哋國中國小經過演呢，幾當時根本都冇按呢個課程哦。故說呢，我如果想要啲更加嘅國小、國中生，因為呢表演藝術課提升到位嘛嘅，今日都同我傾下嚟看啦。哦，都係一件哦。一行業90地度，都好輔導也得學生嘅課前暖身。尤其有好高嘅活動，係也得成人嘅簡白上課一定好嘅。簡單嘅動作，簡單嘅套技，以下路團大家帶到힘嘟嘟嘅。認真請了解一群成人嘅，都係一個教學經驗豐富嘅廖順玉先生。廖順玉先生戲劇研究所專業，也係北師大附小嘅表演藝術先生。一種係睇教育工作真透徹，想要用自家嘅表演專長，逐漸嘅推廣9年一貫嘅表演藝術課程。今日我路愛來團一群國小3年生嘅學生嘅傾下，來體驗看下廖順玉先生嘅課程，因為按數學生嘅歡迎呢。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大姐姐來跟各位一起上課。現在我們掌聲歡迎大姐姐來跟我們一起上課。我們等一下就要進行偶來表演的單元，有誰可以告訴我你看過什麼樣偶戲？布袋戲，剛好老師這邊有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最帥的廖順約廖老師，掌聲鼓勵。還有什麼樣的？那平時睡覺抱的布娃娃也可以來啦。有可能啊，就是布娃娃，對不對？可以嗎？可以嘛，對不對？好，來，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大頭。好，現在大家要想一想了，我們剛剛都是偶，各種偶，請告訴我，他們有共同的地方是什麼？來，請說。都是由人操控的。我覺得你們為什麼這麼厲害？都是要由人來操控，他原來會不會動？不會啊。好，來，現在我有更進一步的問題了。那我現在要問各位了哦，請問這個是不是偶？不是，是或不是？來想清楚，你覺得不是的舉手。好，來手放下。你覺得是的，請舉手。哎呀，我們大姐姐終於舉手了。來，我們問她一下，為什麼這是偶？因為既然是人操作的，就無物不成偶。誒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棒棒糖哥哥。好，來，由人操控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變成偶，這樣同意嗎？同意。大姐姐，你這樣同意嗎？我覺得還缺一個，還缺一個，就是要賦予他角色。哦，賦予他角色，所以就會有戲哦，對不對？先生應帶應教，多多嘅本學生嘅了解，嘛嘅係人工嘅，使得同按複雜嘅人工嘅理論，用簡單嘅方式講出來，按你成人嘅咩聽嘅時，喺搭教課家下，咪使得用個有戲劇感覺嘅表演方式做本成人嚟看。一啲國小先生都會按了解表演藝術呢。老師可以先跟我們講一下你跟表演藝術的淵源嗎？因為一般老師跟戲劇沒有關聯誒。從小就很愛演戲，也很愛上台，
所以对上台表演这一件事，我一直觉得很爱。哦，那在师专的时候，我就参加戏剧社，因为我写了一个剧本，老师跟我写大有可为。哦，那时候得到多大的鼓励啊！然后毕业以后，我就考上戏剧研究所了。考上戏剧研究所要去念，结果教育局不准。他还给我一个公文说，查小学到高中没有戏剧这一科，所以不准以留职评薪。所以我就辞掉工作去念研究所。那个时候教育根本不觉得戏剧是可以拿来当教育的一个部分。那念完之后呢？我曾经去出版社，也到传播公司去上过班。这几个工作我经历之后，我发现，当老师是个不错的工作。哦，反而觉得当老师，因为说实在，当老师是一个很自由。我今天上一个班是我在主导整个课程，主导整个教室的进行。其实老师是自己可以发挥的。那个时候教书还没有表演艺术课吧？哦，还没有。我其实回到学校以后，我还有参与剧团的演出。对啊，我去当剧团当编导，所以我不但在教书，其实我也在做专业的演出。廖顺玉先生有做过儿童剧，莫怪安慰教新人呢。接下來，如係新人呢，請其他嘢按設置來教人工嘅嘢。唔過基本年眼人嘅人工嘅有得會貼配，已經係隨數目拿多嘅有資落嘅。來，請問這是不是偶？是或不是？不是一个塑胶袋。改变一下它的造型，可能怎么样改变哦？透过你的动作，要有动作哦，你没有动作，人家看不出来哦。然后让它变成一个什么样偶的角色，想一下，等一下，只要看得清楚，你就是有3分。抓住一个形状，你好好表现它。哎，你看啊，它蛇，它就把它卷得更扎实一点。好，造型有了，等一下要求什么？动作，我讲3遍，因为很重要。来，我们看他动作清不清楚？哎呦，他有卷起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现在看他的手看的比较多。来，他怎么动？他怎么动？蛇只有这样动吗？哎，对，蛇是会弯曲的，也会转弯哦。哇！我太喜欢了！来，赶快！来，大姐姐，你看到什么？水母3分，对。来，下一位，动作。来，赶快举手了，评分的要来了。请问你看到什么？它是一只鳄鱼。是鳄鱼吗？来，我们再看一下。哎，是很饿的鱼还是鳄鱼？鳄魚，好來3分，嘿，來。雖然係頭一擺練習，也就同學如上座嘅愛吃，大家常用一招細細嘅油脂落嘅，都變出各種有創意嘅角色。接下來，我捱來吃看下哦，我有啲嘅時候唔知捱嘅表演，也就同學看係什麼呢？哦，我們來看大姐姐做什麼，或是她把剛剛蛇做得更好，或怎麼樣。哇！到底是蚯蚓還是毛毛蟲？來，大姐姐，你做的是毛毛蟲還是蚯蚓？毛毛蟲。毛毛蟲。你看人家有這樣往前，這樣往前。好，來，我們給大姐姐掌聲。看到一條新人嘅面紅嘅笑容，如啲的亦能睇上表演藝術課嘅時節，有一分一聽嘅。相信教書也按多年來，廖順玉先生沒有非常多嘅心得同貼配的教學方式。9年一貫是在民國87年開始實驗，88到90間正式實施。我覺得我真的出去念對了，就這樣。當初是所學跟教育不相關，結果9年一貫的表演藝術竟然有戲劇跟舞蹈，那我就抓住這個機會，因為我那幾年剛好也對於教學很有興趣。那時候我敢說全台灣只有我一個人在做表演藝術教學。那你算很有遠見的，對。那很多人就會覺得，哎，怎麼教？其實一開始的時候，你說真的自己很厲害，就會去教人家怎麼教。其實也不是。當年參加藍領劇坊的時候，吳敬己博士收我進去，他後來跟我講說什麼？廖順約，我為什麼收你？因為你是老師，你的影響力很大。
所以我后来我就遇到吴博士说，吴博士你说我说对了，你看整个台湾表演艺术界，我现在贡献至少有一点点啊，有一点点贡献。其实也等于看到这个契机，对不对？对刚好你很早就接上了这个，因为我很早就接触，对，又加上我刚好我又回到学校来，那同时我又参与专业剧团的演出，所以我就可以在教学上有这个机会，把这2个合起来，我就觉得对我来讲蛮得心应手，把我的想法然后试验在教学里面，慢慢的1回生2回熟，3回就变高手。只要同学表演很棒，就是3分，很清楚，你就举出手3分。你觉得不太清楚，2分。不清楚你就给他1分哦。我们只要上来，我们都给1分。来举手啊，举手啊！你清楚就是3。老师，我们刚刚在问同学的时候，我都以为你说加1分、加2分、加3分是讲好玩的，没有，大家都知道我加了几分。我今天20，我今天16。虽然在玩，可是他们都很介意。因为第一个给孩子有一个我今天做得很好，其实立即的加强竞争感。对，那另外我在评量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有评审的成绩啊。这些评审表现累积之后，我到最后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创作，他们在表现把几个加起来就是他们学习生，所以我们就很客观的累积每一次，然后加其他因素，我们做一个完整的评量。原來選結婚按上年哦，莫怪也到4年呢路上長愛表現。用這課都睇按聽落嘅氣氛當中過去的，也到4年呢對按你嘅表演藝術課又有用你嘅想法呢。上这个課都覺得很有趣，然後學到很多東西。我最後想要問你們覺得廖老師是怎樣的老師？我覺得廖老師很幽默，很幽默，因為他都會要我們做一些很有創意，然後還會要我們做那個像今天的評語系、動物廣場、木頭人，但都很有創意，這樣。對，都非常有創意。好，你呢？我覺得廖老師是一個很好笑的老師，然後有時候他也會表演，像那個動物的時候，他都會表演一些那個兔子就翹腳。示範給你們看，這樣子哈。你呢？我覺得廖老師就是笑就是很好笑，然後凶就很凶。哦。然後我覺得他很好，他是很好的老師，因為他會讓我們同學一起做事情。會合作，對不對？這堂課就是空間很大，然後也可以讓身體動起來，然後就不會平常都呆呆坐在教室念書。就是覺得很大的空間有很多想象力，就是可以練想東西的那個方法，然後就是想到就把它做出來就好了。這是其他的課沒有辦法做的，對不對？根本就沒有辦法。然後你們有一個課叫動物廣場，對不對？好，我們最後就用這個方式結束，好不好？好，來，你們教我。喺團入到學生嘅大嘴鼓嘅過程當中，我發現大家真經改革以廖順玉先生。大擺嘅課程對入到4年嚟講，如係一定歡喜、一定享受嘅時節。咁對於廖順玉先生嚟講，喺教課嘅過程當中，有得到嘅乜嘅呢？我也是想要進一步再問老師，你自己這樣教快20年啊，你最大的印象、收穫是什麼？孩子有各種不同的專長，那通常學業成績好的會受到矚目。那除了這個，還有其他嗎？有2個孩子，其實在學習成績其實是算低成就，但是在我的課堂，一個是最好的導演，一個是最好的演員。最好的導演那個只要跟他同組，他就把他搞定。真的，他就是這一組來，他就很快把所有的孩子把同組的把表演弄得很好。那最好的演員那個只要一上台，同學就會發現說，哇，他好厲害，真的好厲害，他就是亮的。那後來我都一直在想這一件事情。其實我們在整個學校課程裡面，我們經常就是，孩子有各種不同的專長，孩子那種表現會讓你覺得，我們給一點點，孩子長出很多。學校其實它是各個科目結合體，你要給學生不同的選擇。他可能語文好，哇，他語文學得很好；他可能數學好，他在數學找到他的成就感。那既然有表演藝術這一科，是不是也有學生因為這樣得到學習的成就？因為他這個成就對整個學習更有興趣，至少啦，就是影響他。我覺得有一點學習的樂趣，
我愿意去学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经常在讲说教学、香港教学，我真的是感受最深刻。你怎么样教？那每一年的孩子又不一样，每一班的孩子又不一样，那每一次都会带给你不同的刺激。其实我的课程大概就是实际操作，实际让他们真正去玩、真正去碰、真正去想。像今天早上我们今天那个课程，在偶的部分，我也都希望他们看到自己讲出来，让他们看了之后，他们自己去归纳。老师，你觉得你会教表演艺术教多久啊？教到退休，退休以后如果还有需要，当然就对啊。对廖顺玉先生呀，我看到的伊对教學有熱情、熱出心的。舊年一貫的表演藝術課使得順勢發展到今，伊的功勞蠻厲害。台灣表演藝術課受到學生的同家長的重視，按道先生如羅新報道嘅，為課程變啊韓國神法神奇。作為去進修雙人套課，台灣各地嘅表演藝術先生每會相互聯絡，向下睇學校那輩盼批課發通，相互學習成長。教改的关系，其实也开始发起一种课程的准备活动，叫做共备。那共备可能已经在某些县市已经推行一段时间，每一个老师可能够进修的部分，不一定大家都能够那么多时间。那么在艺能科的部分来讲，其实共备可能一直以来都潜藏在教师跟教师之间的教学活动的课余。那在课程上又需要调整的时候，就会变成有一点像是协力，某一位老师可能他缺乏的，那我们就一起共备。那或者是在某一些共同的单元，可能我们大家都会教的，比如说创造性舞蹈、现代舞或芭蕾舞，可是可能每一个老师在实施的课程的概念上可能不一定一样，那我们会借由这样子的共同备课活动来分享彼此的教学过程，或者是教学的一些心得，变成说大家一起做这样的备课活动，会变成让每一个老师课程的深度跟广度会更好。那么可能对于未来老师们在教课，学生在学习上有更不一样的学习跟视角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啊，顺利回来啊！哦，今天下课特别早呢。哦，你讲过，你还讲过我跟你说，今天在学校，你好爱零用钱没去啊啦？什么？我去啊！我给你8000块，你都没去，8000块。哎呀，我就去买一个那个汤啊，买一个米包。目前因为在推行，所以其实事实上大家会慢慢的透过不同的邀请，然后认识不同的老师。就像我一开始我跟今天的老师们分享说，原来以前我跟我学姐的电话联系的共备就是一种共备的概念，因为学姐可能会有一些教学上的疑虑，那我有一些教学上的资源问题，我们就透过不同的联系方式。因为电话的联系方式会有一些没有办法传递的完整，所以开始变成有一些实际的研习或是讨论或是共同实作的部分，在台湾各个教育现场开始散布，所以教学的共备活动慢慢的在台湾这2、3年非常的盛行。3留下，2被带走。其实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共备课程？身为一个表艺老师，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容易。第一个部分是，其实表演艺术的内容非常的面向非常的广，它涵盖了戏剧、舞蹈、电影、传统戏曲、相声、京剧等等。所以对于一个表演老师来讲的话，他不可能全面都样样俱到。所以呢，不管是哪一个专长的表演老师，他其实常常会需要利用寒暑假时间，然后来增能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做这样的一个共备活动的第一点。那第二点是我刚刚提到了教学技巧，然后教学策略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共备活动都会讨论到这一些。一擺嘅共備課程係劉飛鳳先生嘅話，看到其實今日來嘅其他表演藝術先生，都是係伊嘅學生嘅哦。伊嘅教學經驗按豐富嘅，每次都對按呢嘅課程好多按多乜嘅呢？
其实我教学大概已经有15年了，那当然就是可以从比较更年轻的这一些表演艺术老师身上，可以学到更多的活力，还有一些新的教学的资源，还有一些技巧是以前我们所没有的，那还有很多创意，然后对于教案的一些发想，我觉得这些我可以学习到蛮多的。俺们妹弟表演艺術課唔係唱國小有，係對3年生到9年生都有亞節課。甲國中同國小嘅課又有用嚟無共用嘅素材呢。接下來，你嚟看下先。國中點解講7到9年生，一般會講呢，也係過難教、過快教嘅年紀哦。現在伊能對自家、對世界有非常多嘅疑惑，教學書無法度滿足安尼嘅需求。唔過表演藝術呢，老師哋同青少年來聽開發自家、認識自家。俺哋今日來到中校國中，聽講有一啲教表演藝術嘅先生梁靜靜先生，以網藝術到學生嘅分享。我如果想一啲以應用嚟教課嘅呢，向下嚟建議。前面好久嘅總算請到梁靜靜先生嘅，是講一下係變好時間呢，韓國也特別看起來咩無衝係好教嘅呀。咁講先生平常時係睇下教學生嘅哦。不是哦，我今天是來當學生的。呢度要求自家要認進步，教學家下能啲，要用嚟來好好利用各種素材。一個認真嘅國中表演藝術課嘅先生，下班呢還去報名上亞中嘅課程。梁靜靜先生，台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畢業，圖書館下還有去進修教育學程。畢業後，如直接去到台北市中校國中做表演藝術嘅先生。為到學生嘅按認真打拼嘅梁靜靜先生，我想以上課咪會一定起，每一個人都會聽聽嚟體驗梁靜靜先生提供嘅表演藝術課咧。還有做扛棒咧，你係一件，我可以見佢上課嘅哦。哦，很多眼嘅，眼嘅皮嘅。好，謝謝。今天我們會有比較多的肢體活動，所以待會我做什麼，你們做什麼？我開始上課了。好，跟着我同一個方向走，我都走了，有沒有人跟着我啊？3秒鐘後小跑步，3、2、1，開始，小手步跑就好了。好，3秒鐘後面向人機交叉步，3、2、1，開始，交叉步怎麼做記得嗎？好，3秒鐘後回到小跑步，3、2、1，小跑步。3秒鐘後回到走路，3、2、1，結束了。18跳沒？3、2、1，仰臥起坐10個，預備，雙手到收，來，1、2、3，加油，手雙腳伸直。男生都按激烈的哦，也到底係表演藝術課，也算體育課啊，太菜哦。兩隻腳挺好，預備，起。加油！好為毛？來，肚臍往上面，動作非常優秀。我就要問老師，是不是因為國中生，所以那個暖身會比較累人一點，因為他們精力太旺盛。他們很精力旺盛，就是需要操勞他們一下，而且其實他們非常喜歡動，太近就每一堂課都這樣坐着的時候，他們容易就是神遊到別的地方去，就渙散掉了。他們其實很喜歡一些耐力、挑戰自己的東西，他們是邊喘反而很有成就感的樣子。所以我也不會用什麼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那種很體育課的暖身，反而是用想象去帶他們去感受自己的身體。我覺得這才是藝文課應該要有的樣子。那我們現在呢，要進行第一個活動。第一個活動叫做抽筋的舞王，選定一個身體的部位，
那就好。你可以选择关节的地方，例如我选择手肘的话，那我待会放一首歌，你要配合这首音乐去做抽筋这件事情。所以你可以配合音乐做，比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 ，OK 吗？好，来，每个人都想好一个身体的部位可以动的地方，预备，谁开始呢？那就婷雨先开始，好，5、6、7，开始。哎呦，有那么难啊？他是用自己的肩膀往前面打节奏，对不对？之前我有。第一个就是魔王，5、6、7，换。很好，很好，慢慢走一走，高难度。下一位预备，5、6、7，换，跟上节奏。对头先的男士都也下也嘅發通，如果能想象會睇過種嘅表演藝術課程度來體驗到，梁晶晶先生有冇想到用安尼嘅方式來教課呢？你的東西能不能引起他的注意？有時候其實他們覺得有趣，自然而然就會停下來聽你講，然後 follow 上你的腳步。那如果上一些離他們很遙遠的東西的話，他們就會飄走了。對這些孩子來說，平常都是坐着在那邊聽課，有這麼不一樣的課，對他們應該衝擊其實是蠻大的。你要怎麼去設計針對那麼年輕的孩子去設計課程？現在的孩子他應該要具備怎麼樣的能力？例如有時候我會看着那種集會的場合，然後學生在台上結結巴巴、支支吾吾，然後很膽怯的樣子，我就會突然覺得我應該讓我的孩子站在台上，他們可以很從容、很勇敢地表達自己。所以我就會設計一堂課是針對他們說話、表達，還有肢體語言，例如在台上不要一直背對啊，他能夠轉過來面對大家。所以我就會針對應該要有的能力去設計我要上什麼課。不過這一群孩子他們的年紀很特別，我們都會覺得國中這個階段很難教嘛。那你實際教的時候會覺得很難教嗎？其實這幾年我也在修正我自己，就是孩子可能需要更詳細的解說，或者是他還需要多一點時間去準備。現在就告訴自己要慢下來，聽他們的聲音，然後也讓他們準備一下。所以對你的學習應該也蠻大的，真的是教學相長。接下来下一个活动叫做群魔乱舞，也就是说，等一下就会很多人一起出现在这个空间里面了。我们先3个人，那这个面上的话就是我，所以你要跟上我的动作 ，OK 吗？好，开始。我有点难呀。好，然后当我拍手说换的时候就转身，往右边转换下一位婷雨。如果你发现你的动作跟他不太一样的话，尽量的跟上，没有完全跟上没关系。当我拍手说换的时候就换回来，中间前面这个人，然后中间我会不断的加上任何人进入到这个群魔乱舞的状态中。好，就先示范到这边，这样懂吗？然后每一次我都往自己的右边转。我会随时不断的加人上来，最后就变成全班大乱斗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开始。看来这首歌给他什么感觉？也许在大海里面徜徉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很好，还有表情，这是一个舞蹈跟戏剧的最佳融合。可以游得慢一点点，让你的伙伴可以跟上你的速度。好，3、2、1，换。在换的时候，让你们的动作是延续的。好，我要再加一个人上来喽。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持人玉蓉姐姐，还有以恒，来到玉蓉姐姐在，然后来以恒站在另外一个地方。
学生嘅动作按优美，也是才过难相信，因为无受过专业训练，如果有按高水准的表现，也没有推能好呢。也听说係梁晶晶先生花按多时间搞出来嘅成果。我要凯翔跟地上上来的各位。好，3秒钟后暂停，3、2、1，停在你的 pose， 给自己一个掌声。来一个大圆圈，请坐下。冇想到也短短的1點鐘嘅表演藝術課，唔但唱好多幾多，甚至還幾精彩又神奇。對於韓體嘅開發自我嘅國中生來講，一節課乃會唱好高天天。上一節課，每個學生嘅都滿意歡喜嘅享受表演嘅過程。唔止按呢個課程對一個學生嘅來講，亦有用呢個順菜加成呢。我知道国中有表演艺术课，但我是今天是第一次上。那上这课是什么感觉？我觉得非常有趣，而且这是国中第一次才有的表演艺术课，在国小之前是没有表演艺术课，就学到一些说话的技巧，然后肢体语言的表达。就我觉得表演艺术课给我蛮多信心和勇气的，就是它会比较让你在大家面前去表现，然后你就必须要建立一个自信心，然后去向大家展现你想要表达什么东西。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还算蛮大方，想要会敢去做那些可能平常不会做的动作，那应该是这个课才开始的，还是你小时候就会这样？小时候就没有太多表现空间，这样子。所以觉得上这个课开发你就比较自由一点，然后比较多想法。因为国小没有表演艺术课嘛，然后国中有表演艺术课，然后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兴奋、很开心。遇到梁晶老师这么好的老师，就是会带着我们一起做肢体律动啊，然后什么的，然后就觉得很好。那你呢？我觉得表演艺术课老师会带我们一些除了课本以外的，还会补充很多东西，然后就是让我们在没有压力的状况下学习。像这1天半才刚考完模拟考，可是下午的表演艺术课就让我们可以彻底的放松，就把之前考试的压力全部忘掉。學生嘅上課學嘅多東西，每個先生都希望係安尼。對於梁晶晶先生來講，教學嘅過程當中，有好多深度嘅有係乜嘅呢？我離國中國小就是很遠嘛，然後第一次跟那麼多10幾歲的孩子一起上課，我覺得他們上課的時候，你會覺得神情很不一樣。這也就是我。就是讓我立志成為一個老師，一個很大的啟蒙點。我原本非常害怕當老師，當然那時候修教程是為了，也許家人的期待也好，也許一個穩定的工作也好，所以去試試看這條路。可是後來我的教授就是鼓勵我，那你就試試看嘛，對。然後我後來再帶一個國樂團，帶他們要演一出《西遊記》，酷手版好笑的《西遊記》。我看着這些原本是拉奏樂器的孩子，他們可能也沒什麼律動，可是慢慢的在培養他們跟訓練他們，到最後他們可以講台詞，可以有肢體動作演戲。我覺得可以把一個人改造成另外一個人的感覺，很酷很有趣。然後孩子從這個過程中，他們的自信可能就這樣子建立起來，他們開發了原本他們所沒有的能力。我覺得原來成就別人是這樣子的感覺。那個轉變我覺得很有趣，就是你自己是學表演的人，那就是想要表演啊。那應該某種程度有掙扎這個犧牲過嘛？那為什麼最後你還是會選擇要教學？舞台人生，每一個學藝術的人，表演藝術啦，都會想要有。那現在成為老師，就是把舞台轉換到了教室上的講台。其實我這樣一個年級180多個人，我覺得可以影響180多個人，也很不錯。而且這是長時間的培養，很多對於人生的觀念啊，也可以在課堂上建立。我覺得這種互動其實是會比在劇場中跟觀眾的互動更多。這個世代一定是有差異的，你有覺得有什麼很明顯的差別，讓你要有這樣子規劃課程嗎？我覺得像講自己以前當國中生的時候好了，從來沒有上過主科以外的課，從頭到尾都是乖乖的坐在位置上聽老師講話。要站在眾人面前說話，可能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。那我覺得現在有的表演課，我
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机会，让孩子们在课堂上就有发表自己的想法的一个机会，那可以跟别人分享、沟通和互动。慢慢到了9年级，我都让他们自己一个人在全班面前讲话，他都有勇气这样子对着全班20-30个人说话了。那他在未来是不是更勇敢？例如他要去一个公司面试的时候，老板问他问题，他应该就不会像以前的我们那么的害怕了。你已经帮他打算了。对，因为他们如果要考大学，要考，对啊，我觉得进入职场，这些都是会有面试的时候。对，那如果人生从来没有练习过，突然要上场了，那突然这种勇气哪里来？当然就要从表演课上开始建立咯。肢体课、身体的开发是我这3年来不会间断的一个能力啊，因为我觉得外国人他们从小听音乐，他们就会跟着这样动，可是华人社会一直把我们塑造成乖乖的不要动，听到音乐也不敢反应，所以刚刚那堂课也算是一个培养对音乐的直觉和反应能力。大概是这样。我觉得就是有老师那么有热情，就是让人感动你要坚持下去啊。有，我有在想说，人家说教学到了第2年、第3年会有点疲乏啊，真的吗？目前没有，我每天都很开心。放暑假、寒假的时候反而很忧郁，说学校好安静，我都没有小孩，没有课上的时候是很，反而整个人是没有那个活力、没有热情、没有劲的。感觉就是注定要当老师。天哪，好可怕，怎么会这样？但也不错啊，从来没有后悔过。而且我觉得越当老师越勇敢，想要给人更多。9年一贯以为表演艺术课程，还有按多按7万的先生，替學生的情感投度點下為藝術嘅重要。睇宜蘭的福建國中韓國係安尼，熱發發嘅藝術家，才有一群好表演的學生嘅，每日如期學校嘅報道。我要去埃及了，365天是1年，365天是1年。你就要吸引观众，你就要让大家相信你们自己的人实体。救命啊！有人听得见我的声音吗？我的声音吗？我的声音吗？听得见我的声音吗？宜蘭縣福建國中少年劇團係2000年成立的，韓國係全國第一個國中專業劇團。對成立家下，當年都會辦戲劇公演，到今已經作為20出的經典好戲。唔感覺講你哋團配的團有乜嘅目標用嘅素材啊？其實我們對18年前開始成立的時間，所以當初是係我哋學校方嘅國文嘅先生，沿途嘅邀請作家就作家來學校方演講。這時間都邀請黃春明老師，黃春明先生其實自家有一個新人嘅戲劇團，後來都開始聽我哋學校方都係成立一種少年嘅戲劇團，其實我哋其他學校有冇啦，不過這時間每年都做戲，都見到係蠻團過，特別咧地方都係我哋希望學校都學生嘅做嘅咩？像演戲，嘛會學習其他的服裝啦、燈光啦，還有舞台啦，也的幕後的工作，安尼。不要这样子啊！你明天记得帮我带国文课本啊！你没记哇塞，好多呀！哇塞，超炫的啊！哇，这个是铝合金车架，这个是26寸轮框。这个是拿来了，那是我早餐店上面吃的袋子啦。大家如地國中生的功課壓力一定大，少年劇團又會花很多時間來排練，當還會有很多學生誒想要來參加呢。有一次的表演藝術課就是學校的課程，
那老师就会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秀一段才艺表演这样。那表演完之后就觉得说，很喜欢那个舞台上的感觉，就是可以展现平常不一样的自己。你觉得你学到对戏剧剧场最专业的是什么？演戏吧，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演员除了就是表演嘛演戏之外，我们还会身兼比如说服装组啊、灯光组、道具组。那这些东西都是老师让我们可以去多尝试，然后学习分工合作。那我觉得学到最专业的应该就是舞台的分工吧，还有就是整个团结的那个舞台上的凝聚力。7年级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场公演，就是像我们现在，然后9月的时候会有，然后就是看到了就觉得站在舞台上好帅哦，我也想要站在台上。所以你今年会是第一场公演吗？对，因为我们看其实你们是非常有纪律的。那你当初进来会有觉得压力很大吗？因为感觉老师其实蛮严格的。会，我之前很害怕、很紧张。一年级的时候。对，现在有慢慢调试。按有规矩嘅學生嘅劇團就蠻少見，對學生嘅來講，壓力大係當然嘅。不過一群好表演嘅學生嘅唔會認真安尼都唔參加嘅，因為等到改革都好多嘅改多，嘅水準是唔會輸盤專業嘅劇團咯。我有時把嚇到呢，我感覺佢專業呢。其實同大學嘅劇團嘅度其實差唔多呢。其實我哋呢戲劇團本學生嘅演出冇錯啦，不過其實嘛係希望演嘅演出做得本觀眾做得看嘅時間有感覺到真實，依拉到真實嘅劇場來看戲，安尼。因為演出嘅時間是真景體演藝廳嘅嘛，開始嘅時間都係喺宜蘭演藝廳，後來呢又用改到其他嘅場地。例如說，我哋宜蘭高中或是南洋女中啊，後來也見人，我哋都提我哋學校風來演出安尼。你感覺講你哋團配的團有冇嘅目標用嘅素材啊？在劇場裡面，其實是他們如果要真的完成一個比較專業的演出的話，是必須要很着重各方面的，比如說像剛才准老師有提到的服裝啊、舞台啊、道具那些，那這些在劇場上其實也有一點點危險性。比如說像舞台，像我們公演的時候會整個搭起來，那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就要求他們其實是要有紀律的、要小心的，然後在演出當中才不會有一些其他狀況發生。所以在一開始他們進團的時候，我們就會比較要求這一方面。我差唔多4年前來到一個學校嘅時節，都發現到一個學校，每一年都有演出人嘅戲劇，本國中生一般嘅國中生嘅學習該冇共用，都發現到講學生嘅學習一些人生的道理、人生的道理，會透過戲劇、看戲、看演出、看演嘅同學台上安尼表演來學習這一部分，本來感覺到該特別安尼情形，我嘛看到小朋友他們在台上表演的時候，可能一開始該冇自信該冇勇敢，不過後來慢慢的演變到會講快敢講快做的該有自信的表演。甚至於講演戲做得去參加朗讀比賽，做去班上做一個很好的領導者，我感覺到也個真是蠻特別的。這樣，我看啟源老師帶其實蠻嚴格的，但我問孩子，其實他們都會覺得老師很嚴格，但又很暖心，就是會關心他們這樣子。你是怎麼去設想說我要如何帶這群孩子？我有時候也會跟他們分享說，老師，我小的時候在演戲的時候，可能哪些地方也沒有注意到啊。對，所以現在我成為老師，我要再告訴你，提醒你們，有什麼事情是你要注意的，才不會像老師我那個時候這樣子笨笨的。對，然後更多的提醒其實是准老師很有經驗，他也會告訴我說，小朋友在排練的狀況要注意什麼，然後或者是他們在場上當中有什麼需要特別去關心的、關懷的。對對對。
而且我看那个启仁老师排很有趣，就是你自己就超投入的，常常就觉得看你演就觉得很有趣，这样就是你每个教都非常细，而且我觉得那个要求就是你不会因为他是国中生就放掉，就是觉得哦那没关系啦，过就过了，就是那个严格，我觉得是看得到学生真的有吸收的。那剧本是谁写？我们其实都有外聘一类，就是一个导演，就是帮我们在排戏这样。然后导演可能一个礼拜差不多来3夜啊，其他时间都会体验来做训练。哦，所以是真的海外面找导演。所以这样教这群国中孩子，他有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吗？困难地方，一定有啦。其实演以来我们的戏剧团、少年剧团，其实考试的时间蛮按的，非常有纪律，其实都要要求。比如说我擦地板要这样子擦，然后我讲话要这样子讲，等等。不会怕说他就怕就干脆我就放弃，就不要参加了。其实我们马我改员工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其实我们的原因是什么？理由是什么？碰到的困难也是有啦，例如说，有的时间嘛，我会发现到学生的无天分的改动，不过改有兴趣，不过就是在台上的演出总是会有一些，就是需要磨练或者是进步的地方，他进步的幅度都会比较小，但是没关系，既然他愿意的话，那能就是努力吧，就是让他试试看站在舞台上。就是难的地方是要思考还能给他们什么东西，包含甚至像每一年的公演啊，或者是我们参加一些比赛，都等于是一个重新的创作。对，就创作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就是很烧脑的事情。对，但是其实你又可以看到小朋友很期待他们接到新的剧本、新的演出的那个神情。对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又是压力，但是又是刺激自己的动力。我必须要讲，就是说小朋友他就是利用身体的张力，然后身体的表演、情绪的表演来填满整个空间啊。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，其实他们已经是训练很多次了，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很大声的说出来。完之后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往上？对，然后围着你会往这边推，你等进去，你等开放。今日录制好戏唔免抢点点的错啊，提高色地度哦。如像先生讲嘅，伊呢爱从小接触表演艺术，唔免为到下一辈会变做演员。不过某种程度来讲，我们民嘅露体表演，而各位表演，如果各位表态，而各位表态，如果认识自家，拜访也两个先生来发现到，其实呢，家讲露体的都安尼嘅效果，韩国重要嘅係新人呢會非常快樂。